先来关心风台上新的动态。今年第11号的风台用铝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，继续往台湾东部海面挖进，暴风圈嘛个继续扩大。气象署伫透早5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伫拄下晡2点半嘛发布陆上警报。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气象署在稍早2点30分，已经针对今年第11号台风杨柳发布了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，我们在未来24小时，台风的暴风圈将会逐渐影响到我们的近海以及陆地。那我们来看到目前的警戒区域，目前杨柳台风的位置呢是位在台东的东南东方大约580公里的海面上。未来它会比较快速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接近到台湾附近。那目前它是一个中度台风，而它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，它的强度以及暴风范围，还有在增强跟略微扩大的趋势。目前在海上的警戒区域就包含了台湾海峡、还有巴士海峡以及台湾东半部的海域。至于在陆上的警戒区域，首波的陆上警戒区域包含了花莲、台东以及高雄和屏东。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，我们明天一整天是它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，甚至到了14号的清晨，在金门以及澎湖也会受到它的影响。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，我们附近的风雨状况是逐渐的在增加的。 在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，大致上一些比较零星的外围环流在影响。那到了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左右，其实可以看到，在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东半部的这一带，都会有一些间歇的阵雨出现。那至于呢，从了明天的上午到下午这段期间，东半部的这一带还有高屏这一带的雨势是比较明显增大的。这主要是已经逐渐接近到台风的迎风面的情形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下午到晚间，随着台风的中心逐渐的来到台湾的上空，这个时候呢，在花东的这一带明显的偏东风，以及台风的环流附近的比较明显的风雨的影响，还有在我们的中南部的这一带有一些比较偏向转为西南风的情形。所以说呢，在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这一带，甚至后续到了澎湖，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豪雨出现。